今年真侪 Me Too 运动，嘛显示讲咱台湾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无够的问题哦。有民间团体就呼吁各重视，应该就是性教育，除了卫生教育、性别甲感情哦，各方面拢应该要有相关的教材。教育部嘛表示讲，已针对中间学校性教育发展，准备要定教学指引咯。代表甲担心甲性别切掉。教育团体、甲老师，抑个学生的代表，最近呼吁各中小学的性教育，唔通只干那做一半，也要重视老师伫咧第一线教学时阵，上课时数甲教学的内容拢无够的困境。有要甲6成的小学的老师，抑个面对着来自学生家长的压力。很多老师可能还是碍于一些学科的考试的压力，所以会把健康课呢拿来上主要的学科。以苗栗的学生来讲呢，他们每周上到1节课呢，不达60%。若是老师无性别甲人权的观点，就算是上课，也只干那注重伫咧生理卫教的知识，无法度互学生更加侪性别甲多元性别的内容甲看法。教育团体认为，政府提供给老师的资源是无够，有将近40%的国小老师，他在师培阶段跟在职进修阶段，从来都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今年流行的 Me Too 运动，自性骚扰甚至是性侵，看出台湾社会性平意识的无够。教育部伫咧最近第一遍举办教师线顶精灵课程，并且自8月开始要设有线校园，提供多元的生理用品的计划，必办免税特典。希望对各方面来做回做。国教署也有委托师大性平研究所邀请相关的学者来发展中等学校性教育发展的教学指引来供高中以下的学校作为在地实践的前导。严哥刘伟焕文希望教育部所设的内容唔当是形式而已，并且要求各教区针对全国的儿童少年性教育做全面系统性的调查。和政府会当提出具体政策方针加资源。记者综合报道。